冯班长，来，苏长，就这些，不搬了，走吧。小张，下来吧。苏长，要不要再扛来点？扛什么扛呀？都扛了。你们留守的人喝西北风啊？我就是觉得这……别觉得了，里外都一样啊，不能缺斤短两。走。是。哎，又来2袋儿。哎呀，好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再来2袋。别，陈班长，你这都给我们了，你们吃什么呀？苦里缺牙，紧着你们吧，我们没问题，饿不死啊。不是，这我……行了，别你有我的了，谁跟谁啊？老陈，啥不说了啊？等演习结束，等补给到位，你看我给你做啥好吃的。行，我等你。谢谢啊。走。哇！陈班长，又演大爷呢？啊，出手阔绰呀！大手一挥，2袋大米。哎，能正经点吗？我饿呀，有东西给我吃吗？又来了。哼，哎呀，你看，等到时候没东西吃了，大伙儿吃不吃你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去。你别打鹅的主意，等王建民回来找你拼命。哎呦喂！我看看也不行啊。行。哎呦我的妈，这鹅也不放过。报告，去。班长，这是你的住宿安排。留守期间，大家住在一块儿，这样是为了方便工作。怎么了？大了个脸跟8万似的。人家是不高兴了，没能进入待机库，以为是首长嫌弃他呢。这照你的意思说，咱们留守的都是怂货啊？亲爱的欧阳军同志，睁开你这对大眼睛，你看看，有一个是怂包吗？班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真没生气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我到底哪儿不行了？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任务不让我参加呀？这留守还不好啊？你知道你是什么样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，班长？我又不是没去过。黑白颠倒，缺氧无光，生物钟紊乱。但我来了就是为了干这个的。看个家谁不会呀？班长，我先走了。王亚军，看家谁不会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以为咱们火箭军的家这么好看呢？你以为是那看大门老大爷，每天收发报纸，给别人指指路？留守车辆需要人保养吧？设备检测需要人吧？应急突发事件是不是需要人？是，我知道班长，但是谁干都行啊，也不缺我一个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都是泛泛之辈？啊，班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别误会我。你也知道，我就是想去待个库嘛。进待机库能天天摸导弹吗？班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没明白啊？啊，班长，您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我留在这儿就能天天摸车摸导弹，实操和练习的时间比他们都多，对吗？行，孺子可教。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我也想不到啊。班长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接下来这几天咱们兄弟几个能吃点什么啊？伟大的陈班长，大手一挥，拿走，咱们兄弟几个就得喝西北风了。我现在啊，应该找根绳子把你的素质给系上，我让你吃。你点到，哎，这大鹅都会见了没有？刚会见完呀，嘿，那几只大鹅排着队，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，嗷嗷待哺啊！我一想到接下来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咱们几个就要喝西北风了，咱们给那3只大鹅能吃点什么呀？班长，你刚才说几只大鹅？
哎，怎么就完了4只？4只， ，4只。我还没来得及。哎，真的少了1只啊！上午还4只呢。哎，老王带走1只啊？不能啊，班长。王班长走的时候，我特意数了一下，就是4只。他还特意交代我要给这4只鹅喂点水和吃的什么的。你说这鹅圈也没破，它也不可能是自己跑出去的吧？这鹅呀是老王的最爱，他到哪儿鹅到哪儿，4鹅1人，这5位同志是个伴儿。哎，班长，不会这有黄鼠狼吧？这倒没听说过，不过山上有野猪。班长，他们不能少啊，少了我怎么跟王班长交代呀？哎呀，由军代季库，一个见不到太阳的我。什么东西？梅pent清，跟詹仁莲核实一下。詹仁莲，这里是总控室。由于你连刚才大门关闭之前进来一只小动物，由于速度太快没有看清，请你连迅速核实。请你连迅速核实。加油！向右靠，走！向正高，二路，全队友向纵中，步步东。报告，连长指导员，刚才在仓库关闭之时，有一只松鼠跑了进来。松鼠？是。呵，好，哎，爬进去了哈。可爱倒是可爱，可这小东西喜欢乱咬，万一咬坏了什么电线电缆或者电气物资就麻烦了。哎，班长好，班长好，班长好，班长。哎，班长好。说，这样撒泡尿去吗？不就撒泡尿吗？走。撒泡尿啊！哎，想联邦了吧？想啊。你说这小子要能来咱们连队就好了哈。对呀，其实那天我们连成立誓师大会的时候，我见到他了。其实我觉得这里比旅里的宣传科更适合他。云南帮其实挺有能力的，就是应该认真一些。那就让他认真一些嘛。
我告诉你，这待机库门一关，不到你们训练结束可就开不了了啊！明白我意思吧？突然没尿了，你尿去啊！我去卫生室去。是。来吧。我想死我了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是郎班长还是我的？还是郎班长好啊！哎，我说啊，郎班长怎么跟你说的？郎班长啊，想收我为徒，大老驴死活不让嘛。大老驴？吕正连长，老驴。老驴。你继续说，你继续说。我现在不是在咱们旅里帮忙搞摄影吗？这次呢，来主要是给咱们战士们训练的时候拍点照片啊，都是郎班长托人运作的啊。郎班长知道要演戏？他不知道啊，但是他打过招呼了，啊，说一旦有艰苦的任务的时候，一定要让我好好表现表现。哎，我明白了，借这个机会好好表现，争取将功补过，好早日回到我们战士连。是咱们战士连，咱们战士连啊！你好好表现啊！咱们里应外合，我们铁三角不能没有你，必须的嘛！你先撤啊，别让人给发现了。刚来估计待会儿有可能会集合啊。行，走啊，等你啊，等我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回总能让这个大老驴让好好表现表现了。连帮到。哎，你说咱俩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啊？每次见面都能在厕所里啊！上次呢是在外面，这次呢是在你那儿，挺好啊。那个连长，别叫连长啊，叫老驴。大老驴啊，德鱼。驴。连元帮啊，你砸厕所里死了得了你！来，吃饭了，来，吃啊！两位班长放心，我以后每天都会打扫这个鹅圈的，绝对不会让他们的气味影响谁吃饭的。够肥啊！可惜没有土豆，这会儿炖土豆啊！班长，不行，不能再少了，再少我没法跟王班长交代了。我过过嘴瘾也不行。哎，那只大鹅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别瞄，别瞄啊！立正，下一卡阵，向前看，小心，立正，两个人子，全力进关闭，立正，小心，站，小心。两下，小心！咱们这儿啊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啊，是一只松鼠。我知道，刚搬过来，大家肯定很辛苦，可是没办法，再辛苦一下，务必要把这只松鼠啊给我找到，因为咱们这库里呢，设备多，器材多，线路也多。这松鼠万一不小心咬到哪个地方了，那就叫因小失大。还有些房间呢，有很多精密电子元器件，给我把这种房间啊仔细的搜查清楚。
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入口都给我堵死了。一旦总控室发现了松鼠的位置，会及时的通知大家。总之啊，抓活的。报告。又怎么了？讲。给我一颗花生，我去抓它。啊？给你一颗花生？对，这么小的事情不用兴师动众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行啊，哎，太主，这样，我呀给你2颗花生啊。咱们这地方这么大，好几层，你告诉我，给你2颗花生，你能怎么的？连长，我要的是1颗花生。好，来，4部长，给他拿花生。连长，最后一次看见松鼠是在哪儿？天棚。行，给我1个小时，我带他来见您。班长，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你说他邪了门了，我跟连长那总能在厕所遇到，而且每次啊都闹得挺不愉快的。这回估计我又悬了。那能愉快吗？那能愉快吗？你给领导起外号本来就是大忌，你还管人叫什么？什么大驴驴？我告诉你，你要这么叫我，直接抽你了，我都。我费劲巴拉把你弄进来，我就是为了让你表现好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想进战阵连，吕征必须得先点头，吕征不点头，旅长都没有用。哎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哎，这回这个啥，你抓点紧啊！宣传科的刘科长也说我现在非常的抢手，那技术部门都这样调我过去了。我要是真的被选上了，这不就更麻烦了吗？哎，你还要挟我是吧？哎，你去啊！你到技术部门，你去，现在就去。不，你这样吧，哎，我就吃点亏，我不去了。你帮我再美言几句。我帮你美言，我还帮你修图呢，我还帮你。不想当我徒弟吗？想啊，还别说徒弟了，徒孙都行。徒孙是吧？啊，好。师爷就告诉你几句话。师爷领进，行吗？大门，师爷领进门。修行在个人，这是大学生吗你啊？师爷送你几句话，就1句吧啊。4个字，洗心革什么？革门。革面，革门呢你这给我整慌了都已经。再见。洗心革面。哎，不是师傅，师爷没说完呢。哎，再见，师爷。可以啊，下次太厉害，在哪玩的？可以把你抓到了。哎呀，夏主，你是太厉害了，还真逮着了。好，哎，好，逮住了，快看看，头上还扎着呢，啊，跟刺猬似的，看着。还真逮着活的了啊！哎，讲讲吧，怎么逮着的？讲讲。小意思。哟，什么小意思啊？1颗花生就给逮着了，还小意思啊？准确的来说呢，是半颗花生。哎，赶紧的，别在那卖关子，还半颗花生。讲。好吧。哎，你们看看这只可爱的小松鼠啊。松鼠是最有远见的小动物，只要天气一冷，它们就会储藏食物，准备过冬。按照常理，这只松鼠正在寻找坚果。在来代机库的路上，我看见有伐木工人拿着电锯，显然这里正在伐木。松鼠的家可能因为伐木而被毁掉了，它无意间来到这里，想要去寻找食物。攀爬高处是它的习性，因为它认为只要是高处，就一定会有食物。一只受到惊吓一进门就寻找食物的松鼠，肯定是饿了很久。而且松鼠的嗅觉非常的灵敏，只要有一点带有坚果油脂的气味，它都能嗅到。然后呢？其实松鼠不是那么怕人，
但是你最好不要从后边摸他，因为他眼睛看得到后面。你从前面这样抚摸他2下，他就能记住你的气味了。你要是那种不招人厌的人，兴许还能跟他做朋友。跟谁说？那你估计做不了朋友跟他。行了，送到王启民值班室去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怎么的？你还要养活他呀？留着呗，留着呗，连长，他毕竟是个活物，你还是活物呢，你们都是，我养你们费不费劲？送到王启民办公室了啊，就这么定，好了啊。算了吧，班长，听连长的吧，不让送炊事班就不错了。小金鱼，小松鼠。班长啊，这是您养的，这是你抓的？啊，特殊照顾。我这里不是就我一个人吗？养养条小鱼儿也算是个活物。你看红的啊，一个叫小风，一个叫小水。应该还有一只叫小电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这大学生就是聪明，是还有一条黑的，这不老见不着阳光吗？死了。哎呀，你看看多漂亮！看这毛色，大尾巴，你看小眼睛瞅咱俩呢。我估计他饿了，我好像还有半袋饼干，我去找找去啊！我找找。班长啊，这儿呢。连长课批，司部长数着料给我的。哟，这还有这好东西呢，这真好。来，注意动作称职。56、57、58、59、60。待机库门关上了，汗毛孔不能关上。休息15秒，一会儿再来一组，一组60个。看着没有？这点温度湿度都受不了，还当什么火箭军？你们在外边那些训练那不是训练，那叫热身。这里才是我们的阵地。再来一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连吗？是。过来。是。起立休息。我参与一下，感受感受啊。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啊？拍什么照啊？跟我们一块练。对啊，一块练。都是同一年的兵，又是同学，你就好意思在人家训练的时候拍照片吗？啊？我李海豹不甘心，我来就是要当火箭军，我要当王牌好手。摄影机不是我的武器，照片不是我的阵地，我是你跟大家一块训练。连吗？是。跪。是。报告班长，列兵欧阳俊参加失踪操作，集合完毕。
应到5人，实到1人，1人在卫生室值班，其余3人在各岗上执勤，请您指示。这3位同志怎么回事啊？加上欧阳俊同志，刚好凑一个将。班长，我实在不放心他们，放别的地儿又不太合适，所以我给他编了个筐，就拎到这儿来。你咋不给他编个床啊？胡闹！欧阳俊，你是不是认不清问题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训练场。我们4个老兵教你一个，你带3只大鹅来，玩呢？闹的？装可爱的？不是，班长，你什么你？不就丢了一只大鹅吗？又没有丢一枚导弹，走哪儿带哪儿，成何体统？欧阳俊，到，赶快找个地方给安置了，回来还要训练呢。是，3分钟，快，是。来，老陈，车，你们刚才那个。小叔，这小子还能坚持下来吗？还有10秒，得坚持下来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进。林阳帮，你什么情况？报告，我没事。平板支撑不是我的强项，我的强项是俯卧撑。你能做多少个？我做的不是一般的俯卧撑，我做的是机场俯卧撑。我先来50个。你做的什么俯卧撑？机场俯卧撑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能做吗？我能做。你做。是。 别扶！不能扶！别扶！报告！刚才皮板支撑消耗了我的体力，我现在来蛙跳。做什么？蛙跳！你跳个屁！你跳！吴队委，是。先往右看，进。 向前干！5分钟结束，准备开饭。是。
接点水，给我来，谢谢啊。欧阳俊，我不会给鹅看病。吃点啥呢？水、草行吧？啊，等着啊。报告。现在我们进行实装演示，不是每一个新兵都有这样的机会的。欧阳军，到。你仔细看，看完了之后，我有问题要问你。是。号手集合，站蹲，趴步蹲，趴步，现在我们进行训练前班前会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发射流程的演练，由我担任1号指挥号手。各号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。号手就位，号手对。3号到，2号到，4号到，展开设备。发射诸元计算，设置发射控制模式。设置发源计算，设置系统发射模式，随时接受上级信息。随时接收上级信息。导弹系统家电，导弹弹体家电，导弹系统家电，导弹弹体家电，导弹参数校对，进入发射流程。导弹参数校对，进入发射流程。起数。全车撤离。打开保险，接通电路。打开保险，接通电路。进入发射窗口期。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点火！发射演练结束。欧阳俊到。看清楚了吗？报告，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什么了？看清楚4位号手严格执行教材规定的全部操作流程，非常棒。好，我问你3个问题，如果你都回答上来了，明天我就安排你上车实操。是。复述刚才的发射流程。4号手，主电源开始供电，车载系统开始供电，全车取离供电，检测全车温度，密集监视各系统温度。3号手，系统家电、计算机家电，设置系统模式、系统测试，发射诸元计算，设置发射控制模式，随时接收上级火力信息。2号手，导弹弹体家电、导弹系统家电、导弹参数校对，开始进入瞄准程序，传输火力诸元，加载火力诸元。行，你这是在背教程啊？班长，好像这就是流程。那我问你，1号指挥号手按照标准程序从车后绕到通讯号手站位了吗？我从车前绕的还是从车后绕的？第2个问题，侧发控号手
在传输火力诸原省用的是 A1还是 C2？A1 ，C2，通波频率是多少？没记清。第3个问题，发射架起数用了多少时间呢？25秒。我问的不是标准数值。班长，我没数。好，我来回答你这3个问题。第1个问题，我是按照流程从车前绕到通讯号手站位的，我做的没有错，你答对了，但是又改口了，说明你心里没有底，也就是没有看清楚。第2个问题，侧发控号手先启用了 A1 频道接通旅址，再传输火力诸原省，切换成了 C2，为的是防止敌方的通讯追踪。第3个问题，标准的起诉时间应该是25秒，但是今天却用了30秒。液压前臂明显起始动力不足，造成了5秒钟的延误。当然，都是这台训练车所模拟出来的。但是，一个发射架4个号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眼观6路，耳听8方。整个流程每一个动作，每1秒的流失，心里都应该清清楚楚。因为在战场上，绝没有今天这样风和日丽。报告，每一个人都按照本职工作做好不就可以了吗？如果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那么所有的人，整体不都是好了吗？你说的非常好。如果每个人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又能兼顾一下自己的队友，那是什么？是不是锦上添花？王军，今天是给你上的第1课，在战场上决定胜利的，不仅仅是100%不失误和完美操作，那是火箭军的基础，必备的，应当应分的。决定胜利的是101%。我明白了，班长。战刃连的兵没有100分，只有101分。多出来的1分，就是要比敌人多1分，这1分就是决胜的关键，对吧，班长？谢谢班长。郎班长，郎哥，郎叔啊，哎呦，我呀不瞎我都看着呢，对吧？但是那淘汰了就是淘汰了，我不能把人家招回来，那别人怎么看我？你不拘一格降人才嘛？得了吧，啥人才啊？联邦啥人才？咱部队要是成立小卖部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招他当部长啊！我这一碗水给端平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大老驴，你刚入伍那会儿，刚到咱们旅的时候，你说你打多少次架？那炊事班养猪那小崔那脸让你挠跟花瓜似的。那旅长开除你了？旅长把你扫地出门啦？那不还是因为你业务强吗？对吧？你驾驶和发控一条龙，你牛啊！对呀，旅长说的都是实际情况，就这么回事啊。啊，旅长是能看到人才的呀。是，告诉你，你们战刃还没成立的时候，旅长就找我谈过话啊，他希望我带出10几个像样的驾驶员来，啊，我得竖个标杆啊。联邦我已经算进去了，咋的啊，班长？你那意思，你现在带的10几个徒弟都没有联邦强？他确实没有。哎呦，得了，我跟你说啥？你又来。你看，我开多少年车了啊？我开快30年车了。那谁是不是这块材料？是什么样的材料？他能雕出它什么样？他手一搭方向盘，我就知道。就这小子，对这油门转速和驾驶空间感之间那个毫厘之差的那个敏感度啊，我说了可能你也不懂，就那个敏感度，不比我差。啊，行啊，反正总之他就是个天生的驾驶员。可是你让他拍啥照片啊？你把这人才往哪儿用呢？你没听说过一招鲜吃遍天吗？班长啊，咱们成立战刃连的目的
是培养全职型选手，一专多能。你看，多能完了还是什么？一专吧，得有一专吧？啊，你看通讯我也行啊，策划控我也可以吧？我这一专就驾驶啊。这你给林安邦一个机会，林安邦我还你个惊喜，好不好？哼，行不行啊？啊，他要是不行，不用你说，我自己让他滚蛋。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，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，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